亚伯卡当场还有日本书，随风色让介写来哦，已经过去3日了。歹勢，因為該本書有講到寫來兒未做得作水風色，寫我看睇直到當生氣，是哪一本阿婆看咧？哎呀哦，這本書係有關飛鐵性別鐵板人上嘅故事，當受歡迎，後輩很容易來主問愛食。好，冇問題，我稍早夾夾拿來玩。是麼？看了清勁劇，了下按你先來認識一下，記著重要嘅意思，大家記得愛聽你眼麼？枸杞，預期，樹，動聲詞，很有趣，動受歡迎。很受歡迎。後輩，後面。主問，預約。接下來我們來學這些常用到的句型。有一本書已經過期3日了。有一本書已經過期3日了。有一本書已經逾期3天咯。有一本，有一本。書，已經，已經。過期，逾期。3日，3天。留，客語中的留兩字是將li跟 u 兩個音以合音方式來念，合起來就是留。有一本書已經過期3日了。有一本書已經過期3日了。有一本書已經逾期3天咯。寫我看睇直到當生氣。小孩看完覺得很有趣。寫哦，小孩。看睇，看完。直到，覺得。當生氣，很有趣。寫哦看睇直到當生氣。小孩看完覺得很有趣。後輩很容易來主問愛食。後面還有人來預約要借。後輩，後面。很容易，還有人來主問愛食。預約要借。後輩很容易來主問愛食。後面還有人來預約要借。我稍早夾拿來還。我明天趕快拿來還。我稍早，我明天夾，趕快。拿來還，拿來還。我稍早夾拿來還。我明天趕快拿來還。好，以上係2則單元所有嘅句型。記得咯，愛多聽多練習咯。